呢一部 Sony 嘅 A7R6 係真係用咗一塊6600萬像素 Full Frame Fully Stacked CMOS 㗎，而且喺電子快門連拍之下係可以做到每秒鐘最高嘅30張嘅連拍啦，而且部機仲要有 Pre-Capture 嘅功能啦。新機嘅自動對焦喺判斷主體嘅時候咧，就算個主體佔嘅畫面真係非常之細嘅比例都好啦 ，A7R6 咧都可以認到個主體嘅。咁而出到嚟戶外影雀鳥嘅時候咧，都完全係感受到啊！喺鳥攝嘅主題之下咧，有30張嘅連拍，再加埋有6600萬像素呢個咁高解像力嘅，真係非常之咁誇張。咁每一隻雀仔咧影完出嚟啦，真係非常之咁 details。咁而家再加埋有30張嘅連拍啦，比上代用機械快門得10張嘅連拍咧，真係爭好遠啊！而且最重要咧就係有 Pre-Capture 嘅功能啦。同樣都係可以攞到你撳快門之前嘅1秒嘅相啊！咁就算要影一啲雀鳥起飛啦，又或者係捕食嘅畫面咧，都係輕易咗好多。喺速度上邊咧，真係變咗超級快嘅，令到原本高像素同高速連拍唔可以共存嘅呢個概念咧，完全係打破晒嘅。另外 video 嘅規格由 8K 30P 去到 4K 120P， 可以選擇性地令到佢唔會 crop 畫面，補完翻晒上一代 A7R5 咧，大家覺得 video 規格上面嘅不足啊！